来嘉义早暝是落上雨，来看这个竹架乡土石灌落来，甲军啊警的人客厝冲掉，其中有一户当咧办丧事，这观察后土石烂土往起来，搜救人员是趁大雨的浪棚找遗体，找3点钟久，总算找到了。另外，伫中部，因为大水沟来涨大水，甲大量的绿谷仔糜溢起来大路顶。 有民众当咧食普渡平安岛，无奈风景体讲，这正港的是咧食流水席流水岛。大粒石头，还有土石啊，将本来的路砍过嘛，毁掉边仔的厝。为空中来看，涂骹拢是绿瓜糜甲土石啊，怪手赶紧去做验。嘉义昨暝落大雨，伫竹架乡人家厝和土石啊冲歹去，其中有一户伫办丧事，寿木嘛好这土石啊砍过去。 那时候你连跑都来不及，来不了，情绪都不稳。因为我每次从我们逃出来的时候，你看这条地上的石头都还没有那么大颗的。亲人的遗体也未找到，家属真艰苦。 可以看到呢，在现场这边其实陆陆续续都已经有重机具运到这个地方来了。而其实呢，稍早的时候呢，也了解到，目前其实已经确定了这个老村长，也就是这个往生者呢，他的遗体的位置了，棺木也已经找到了。 因为土石啊差不多20公分高，找遗体真困难。人员还不敢贸然进驻，因为很怕那个雨没有停的状况之下，一直流，泥泞一样一直流。搜救人员伫4月1日找，总算找到遗体。变大雨，唔但竹架乡造成灾害，也有中部乡为监视器画面看会出来，这个雨真大，高水一个冲起来，边的路随便一条溪。 落水一直流落来，淹到差不多骹北的所在，也有民众同款举行普渡的平安宴，哪食好料的，哪听台顶的人伫唱歌，网友伫讲这真正是流水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